好，咱即时礼拜要开始，请有手机仔台关机，也是关震动。我真欢喜，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咱就去遐来称赞欧罗上主的名。请咱做伙吟诗来称赞上主，献诗第24首。我心欧罗至冠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小会的家。
同心来祈祷。慈爱的天父，创造穹苍与万有的主，我们屈膝在你施恩宝座前，以敬畏与感恩的心向你呼求。求你垂听这地上儿女的恳求，因我们深知唯有你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君。我们为这饱经创伤的世界向你举手，求你止息乌克兰平原的硝烟，抚平加萨走廊的伤痛，化解太平洋两岸的对峙。愿你的灵运行在政治领袖心中，使刚硬的心化为柔软，让骄傲的意念转为谦卑。正如你借先知以赛亚所应许，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主啊，请怜悯这世代承受重担的百姓，看顾非洲饥饿的儿童，纪念中东流离的难民，扶持亚洲劳苦的工人，安慰欧美孤独的长者。求你在干旱之地开江河，在绝望之处显盼望，使气候灾难得以缓解，使经济风暴得以获得平息。愿你公义的日头照耀每个阴暗角落，以真理的光穿透谎言的迷雾。特别为各国执政掌权者代求，求你赐下所罗门的智慧与但以理的亲民。愿领袖们不以党派利益为念，反以百姓的福祉为先，不在意识形态中角力，倒于实事求是中协商。求你止息选举的狂热，冷却民粹的火焰，使分裂的国家得医治，让对立的族群重修好。愿你复兴的灵如春雨降下，滋润每片因斗争而龟裂的土地。至高的神，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唯独仰望你的怜悯。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赐下属天的平安，使列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直到地极看见救恩。如此祷告，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当先来启文第8篇，也就是诗篇第23章。我来启，请兄弟来演，咱用交通的方式来启。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带我到安静的水边。伊予我新的快乐，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予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我白色天色，你用油抹我的头壳，天我的杯到满出。你的恩典之外，一定甲我搭一世人做伴。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请咱同齐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6章30-44节。第30节，梳头转过来打耶稣遐，甲因所教示的拢甲伊报告。耶稣甲因讲。安尼，恁嘛着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因为出日的人真济，因连食饭的时间拢无，因着坐船到遐，逐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真济人看到因离开，
因出是因，就对即个城市顺路路行进前，大因大仙，比因大仙到遐个所在。耶稣上岸看到一大群人，就可怜因，因为因亲像无牧者的羊，伊就教示因真侪项代志。时间已经真晚，门徒挖去逐因讲，即个所在真偏僻，时间嘛真晚，请因改线，互因去附近的乡村庄仔，且家己去买物件食。耶稣因讲，你互因食。门徒问讲，阮着爱去买200个圆仔的饼，互因食哦。耶稣讲，你有偌济饼？去看一下。因看了就讲，有5个，嘛有2尾鱼。耶稣吩咐门徒同见人分组，互因坐伫亲厝的草埔，见人着一组一组坐落去，有的100个，有的50个。后来耶稣拨因5个饼到2尾鱼。上天感谢，擘开，摕互门徒去分互见人。因搁逐味2尾鱼分互见人，逐个拢食到饱。门徒捡食剩的饼油仔，甲鱼屑仔满10人拿。食饼的，甲查某人就有5000。愿上帝祝福领受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只是伦北教会诗班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引的诗歌是天父恩典真正大，永不疲倦的双手。
双永远袂亚神的双手，是伊创造美丽的世界，伊予你生命充满清芳，伊的疼永远安慰着你。 愿一切水的歌声，请做芳芳的祭，得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动。今日要为咱见到的是泰雅尔中会伦比教会的施嘉丽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5+2大于5000。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请教是拍谁吼？因为我的台语不是讲得很好，因为如果你叫我讲母语，我可以讲得很顺。好，刚刚牧师跟我说，尽量你会的就用母语讲啊，就用台语讲。可是我想一想，如果我会的，等下我的讲章我都讲错了哈，因为为了想要讲台语，但是愿上帝能够来包容。 好，让我今天我还是用国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讯息。那首先就是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看到你真欢喜，来跟旁边说，看到你真高兴。首先要谢谢耀兴牧师，那还有南安教会的长子同工。那今天是总会纪念原住民的宣教主日。 那牧师就打给我说，今天就邀请你们教会来这里，然后分享。那所以心里真的很感动。那首先牧师要代表伦皮教会，伦皮，大家应该都知道伦卑在哪里哦。有去那个太平山的，一定会过我们的部落跟教会。好，那现在正是樱花开得非常漂亮的季节。 好，乡公所我们所在地方在大同乡乡公所，那我们那边马路不是新开一个 7 吗？对面有一个很大一片樱花都在开放了，所以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边走走，然后你抬头看就会看到我们的教会，然后也来我们教会走走，好，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招待你们，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你们一起在主的里面一起分享，所以谢谢上帝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 然后来到这里的目的，我想我们就是要来请求，然后也是来做一个恳托。好，就是我们教会正在做一个修缮的事工，所以牧师他就长子同工讨论开会，就是接纳我们来到这里。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但是我要透过五饼二鱼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等一下，为什么没在底下？不好意思。好，有安大的。我倒退吗？哎，我的脚。大的，OK， 好。因为我们的录音笔跟教会的不一样哦，这边的比较高级吧，这样好。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五饼二鱼。好，那五饼二鱼的故事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哦，我们都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是什么。那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伯赛大的一个故事。那四福音书就是马可、路加、约翰跟马太，好。今天我们数的这段经文是唯一在福音书全部都有记载的。如果你去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五饼二鱼的故事。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把五饼二鱼全部记载在四福音书？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更了解五饼二鱼到底在说什么，然后五饼二鱼的神迹，神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故事大概是这样。他说，耶稣在受派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回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原本要在旷野里面休息，可是却发生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行程，就是很多人进来，很多人来找耶稣，然后很多人要来拥簇耶稣。所以在这一场就发生了一场生命的对遇。好，什么样的生命对遇？就是耶稣跟门徒，还有跟所有众人他们的对遇。所以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讲到很多人看见耶稣跟门徒，然后就来跟随。原本来是耶稣跟门徒他们要休息嘛，然后可是没想到很多的人都来跟随耶稣。原本是师生宴呐，本来是老师跟学生的一个休息，就变成很像退休会了啦。哦，因为很多的人都来聚集，要来找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已经很累了，他累到其实想要休息。可是当耶稣看到这么多人来跟从他，主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还是就坐着就教导了这些来跟随他的人。就这样子分享到，时间快晚了，然后太阳也落下了，然后学生就跟耶稣说：“老师啊，很晚咯，我们应该叫这些人赶快去买食物，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旷野嘛。旷野有东西吃吗？没有，连水可能都很难找嘛。”然后他的门徒就跟耶稣说：“赶快打发他们去买吃的吧。”然后耶稣说什么？“你给他们吃吧。”腓力就说：“给他们吃？我哪来那么多的钱要买那么多的人的食物？就算你给我200个银子，我也没有办法买齐，然后喂饱这些人。”可是耶稣就告诉腓力说：“你们给他们吃。”就直接丢我这句话说：“你们自己想办法，自己去买，然后给这些人吃饱。”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五饼二鱼，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8节，其实有提到，这样就是安德烈，他就找到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就带了五饼二鱼，然后安德烈就带到耶稣面前说：“这里有5个饼2条鱼。”好，说这里有5个饼2条鱼，然后耶稣就告诉门徒说：“那你就叫他们一排都坐好，有人坐100，有人坐50，然后有人坐10，然后就叫他们席地而坐。”然后主耶稣就拿着这个5饼2鱼向天祝谢，就擘开了饼跟擘开了鱼，然后就分给门徒跟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结果吃饱了没？假爸爸喂，假爸哦，而且还没有剩下的，有剩多少？整理所有的篮子，还有什么12个篮。所有清点，所有现场的人，只有男人的有几个？5000嘛。光男人、男生、查甫人，查甫，查甫啊，查甫，就有5000人，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哇，5饼2鱼可以喂饱超过5000人，一个小小的食物，却可以喂饱这么多的人。这个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5+2大于等于5000。
如果我们这应该是国小，应该是幼稚园的算术啊，5+2应该是多少？7嘛，怎么可能5+2会大于5000？有可能吗？所以我们会讲说，此题5节没有答案，因为怎么可能会5+2大于或等于7，等于5000？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解题？我们怎么样去思考5+2大于或等于5000？如果我们看经文44节，好，他说在当时妇女及未满18岁都没有被数算，光男人就有5000人。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耶稣的地方就有平安，有耶稣的地方就有丰盛，有耶稣的地方就有满足。你们阿们吗？阿们吗？阿们。有上帝的地方就有平安。所以如果我们看31到32节，他讲到门徒他们在哪里？旷野嘛。可是如果在39节我们再看，当他们邀请耶稣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旷野变成什么？青草地上。31、32说在旷野，但39节说坐在青草地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有耶稣就有喂养跟供应。所以我们应该要为这样的事情来向神感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很激励，很感动我们。原来我们在旷野，但是耶稣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坐在青草地上。我们来看看生命的动机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来到教会，好，我们为的是什么？好，我们来到教会是来见耶稣，或者是来敬拜，或者是要来服侍，或者是哇，好久没有看到我的亲朋好友都来这里，好，我来找找我的朋友，我来找找我的邻居，好，我不知道大家来到教会的动机是什么，但我相信的是，我们一定是要来见耶稣，好，我们就是来见耶稣，得到什么？生命的力气，好，所以我们看到群众的动机是什么？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包括群众，包括我们。好，我们都是跟随耶稣。那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到底目的好是为了什么？那这群人，他们可能听过哇，那个耶稣做神迹，使死人复活，拉撒路复活，然后使各式各样死水变成酒。然后他们可能也有自己亲眼，甚至是摸过主耶稣医治他们的身体。他们也听过哇，这个耶稣的讲道跟别人不一样。这个耶稣的讲道跟其他的法律赛人、跟其他的经学教师、所有的宗教领袖都不一样，因为他的话带来什么？权柄跟能力。所以这些人他们来见耶稣就是什么？希望得到医治，希望得到自由，希望得到平安，希望得到各式各样的盼望。在阿摩司书，先知阿摩司说，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什么？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缺乏，有很多的瓶颈，有很多的困苦。所以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是心里受到伤害，他们要来得到上帝的安慰。他们心里可能得到很多的瓶颈，他们希望神的话语可以成为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心里缺乏很多的平安，他们希望神的话语可以来坚定他们的心志。总归一句话，他们盼望能够再次找到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活着的动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来，我们看耶稣的动机是什么。其实耶稣很疲惫，因为他一直在传道，一直在服侍。可是当主耶稣看到这些人，就怜悯他们。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看到这些羊群就像是没有牧者一样在喂养他们。所以神就用他的话语，用真理来教导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开始渴慕找到上帝的时候，就像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说，寻见必得见，
叩门就为你们开门，寻找就会寻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渴慕的心会让耶稣停下脚步。很多被医治人，就是因为他们渴慕被神医治，耶稣就停下脚步，做了神奇的事。渴慕的心会让上帝改变他的心意，他会停下脚步，看看我们需要什么。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爱的行动就是信心的回应。主耶稣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都领受了上帝的爱，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坐着就好了吗？等着就好了吗？当然要行动嘛，对不对？我们要回应神给我们的爱。圣经里面第6章，约翰福音的第6章9节，有一个孩子说：“我这里有5个饼跟2条鱼。”哇！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有食物可以吃了。这个孩子把他所有的便当了哦，可能是他爸爸妈妈为他预备。其实5个饼2条就是一个孩子的分量。可是这个小孩子就跟耶稣说：“我这里有5个饼2条鱼。”然后他就把这个奉献给上帝。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有这样的动作？一定是听到耶稣说的要行动。他献上他的5饼2鱼献给上帝。你知道5饼2鱼这个孩子的动作，我们看来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啊。如果哪一天如果真的我也在当中，我也会献上我的所有。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在上帝眼中，它并不是微不足道，是一种什么信心，是一种什么顺服，是一种参与上帝的服事的国度。所以耶稣就让这个孩子跟他同工，就成就了什么？5饼2鱼喂饱了5000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安德烈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因为安德烈知道耶稣接手了，就有大事要发生啦。好，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面前，他知道会有大的事情要发生，因为什么？耶稣会喂养所有的弟兄姐妹。果然，神迹发生了嘛？神注谢布饼，然后就把5饼2鱼喂饱了5000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孩子、门徒，他们用行动来回应耶稣的邀请。耶稣邀请他们用爱去行动，然后我们就看到什么？爱从我们身上开始流动，世界就改变。虽然我们看到现在的国家可能很混乱，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想说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可是如果爱从我们开始流动的话，很多的事情就会被改变。因为神就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是因为领受神的爱，我们就改变。我们也是因为领受神的爱，我们可以成为爱的出口，然后可以成为爱的见证。再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共鸣的爱。如果爱变成动词，好，我们用动词去分享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就像5饼2鱼的故事，神的爱开始启动的时候，全能意识各样的神迹就会在我们当中。我们会看见什么？主他的富足的供应跟喂养就会赏赐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改变的不只是5饼2鱼的质跟量，不是只有可以喂饱5000人，而是真正很重要的是，耶稣同时改变了什么？人的心，刚硬的心也好，冷漠的心也好。好，我们常常都会讲，我吃饱就好，关我什么事？他又不是我的什么人。好，可是因为5饼2鱼这件事情，因为一个孩子的奉献，主耶稣让所有的人的心被改变了。改变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来分享，愿意分享他们拥有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活出爱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教会活出爱，当我们的生命活出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社区、这个城市或这个教会的祝福。如果当爱变成名词来分享的话，我们的手中本来就很有限，但是当有限的东西献给神的时候，
你知道那就不简单喽。那就会变成什么？神就会成就一切，而且会成就我们的心愿。五饼二鱼这个孩子的献上，就是因为相信神的话语，然后献上他所有的，我们就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发生了。结论就是什么？靠人是不能，但是靠上帝可以；靠人不能，但是爱可以流动，爱可以让我们改变，因为爱就是谁？就是神。因为爱的源头就是谁？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五饼二鱼，我们看见什么？上帝的恩典。我们也看见人有限的奉献。其实，上帝并没有轻看我们的奉献，因为卑微的服事、卑微的奉献，神必纪念。所以，当我们把有限的生命或有限的你跟我，当我们愿意献给神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身上。真的是愿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共鸣，用爱来彼此共鸣分享。就像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原本2个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族群，但也因为神的爱意，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虽然我们的语言不通，但我相信神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动工，好，让你们可以听得懂。今天牧师虽然讲国语，好，但是你们还知道说，今天牧师的分享是什么？所以让我们一起成为爱的发动机，好，我们能够彼此分享，然后彼此帮助，然后成为彼此的祝福跟彼此的协助者。最后我要说的是，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其实我在读神学院之前，我来过南洋教会，那时候是我代表总会，好，也是就是原住民纪念中心。然后因为总会人手不够，然后我就来。那时候当时我还是神学生，然后当时的牧师是已经蒙主恩召的牧者，好，那我就来到这里，应该是不止快30了吧，因为我在伦敦已经21年了，好，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应该是26、27年前。我来到这里，然后可是27年后的今天，在踏上这里的时候，我刚跟我的师长说：“哇，南洋教会还是跟我那个20几年前一样哦，那个场景好没有改变。”然后我就想说，还是觉得很想念那时候来过这里第一次的服事。没想到当牧者还有机会可以来到南洋教会，然后一起来服事神，然后一起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然后最后牧师我要说的是。5+2大于或等于5000，其实5+2大于等于5000，我们就是那个五饼二鱼的孩子。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那个五饼二鱼的孩子，我们要成为什么？别人的祝福。所以在这里，牧师要邀请南洋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好，为我们伦皮教会来祷告。好，等下会分享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为我们的修缮事工来祷告。然后求上帝能够赐福恩待我们的教会，也恩待南洋教会，然后让我们能够在祷告中成为一个爱的网络，然后成为爱的团体，然后继续让这个爱彼此来转动。最后我的祝福跟邀请就是5+2，是为保众人在每一个世代继续让我们属上帝的儿女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奥秘就是人的有限放在上帝的无限，当对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哇，原来五饼二鱼不是就圣经的故事，它仍然存在，仍然继续在这个世代里面被转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5+2等于7嘛。我曾经问我的女儿小五，我说5+2多少？那么简单还要问我5+2等于7啊？然后我刚才说5000呢，我的女儿说：“妈妈，你的算术有问题吗？怎么会5+2等于5000？”她说：“怎么算都没有办法可能成为5000。”5+2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可是，在上帝的面前，它变成什么？5000。在我们的手中它是7，可是，在上帝的手中变成5000。是7的714倍，意思是什么？上帝在我们的恩典当中，
是超过我们人所求所想的恩典。因为上帝真的祝福，然后也恩待蓝染教会，跟恩待我们的教会，也恩待所有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然后也谢谢你们对伦皮教会的接纳，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然后来做报告请安，然后我们纪念神纪念你们所献上的一切。愿上帝赐给蓝染教会更多丰盛的恩典，然后也兼顾蓝染教会所建造的施工。因为来之前，大概牧师有说教会也要建堂，也在预备建堂嘛。那建堂的施工很辛苦，因为我们就是一路走来，因为我就是一路走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来到这里。我21年前被受派到伦皮教会的时候，教会贷款，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我去那个教会不是享受，不是说很轻松，因为我所面对的是将近要700-800万的贷款。对一个很年轻，我那时候25岁，然后受派到伦皮教会，我面对的就是700多万、800万的债务。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上帝，你好像很让我开玩笑。我想说，我怎么可能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就要面对差不多600到700的贷款？那这个过程当中，教会碰到了很多的事情。那是之前前任牧者跟前任，但是反正我到伦皮的时候，就是要付这么多的钱。但一路走来，我真的感谢神，是因为从来没有缺乏，虽然不会很丰富，然后虽然不会说很多很多，可是上帝真的很爱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很平静或者是很不足的状况当中，神的恩典就一直临在我们的教会。那在去年的年初，我们的教会的贷款终于还完了。然后教会有一些修缮，像硬体的修缮，像音响啦，或者是 PPT， 还有教会的冷气，全部都已经架设完毕。我们在讲说，哇，感谢主，我们的贷款还完了，然后我们的硬体设备也将近大部分都已经架设好了。可是当我们在感谢神的过程当中，主就来了。去年的2月，我们教会的屋顶石板就掉下来，然后掉到还好它掉的地方是那个地方是没有人住的。然后我当时在开会，我在开中会会议，我的儿子打过来说，我的青年打给我说，牧师教会是爆炸了吗？因为那个石板是嘣这样，然后整个大家都会是大地震，邻居旁边全部都跑出来说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教会的石板掉了，可以看到这么大片掉下来。好在是没有掉到那个有人住的地方，是掉到人的田地，然后旁边都龟裂。然后我就说，哇，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到底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小会就开会说，不行，一定要处理这些事，要不然因为石板会慢慢脱落，你看这些石板。然后后来我们就紧急开会说，我们一定要处理。可是又碰到过年，没有厂商要做。然后我就说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一直迫切跟神祷告说，希望我们可以一个平安的过年，然后过年后我们可以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所有的这是我们旁边走到的遮雨棚，全部都裂开，然后我们就祷告跟神寻求，好海我们的就找到一个厂商，那个厂商我们这样子全部修缮完毕，差不多100多万。那个厂商，我们直接跟厂商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给你。厂商说好，我给你们分期付款。我说感谢上帝，真的神知道我们没有多少，我们就30万。然后那个厂商说，那牧师让教会分期付款，分3年偿还100多万的，就我们就是1年偿还30几万。对，那这是我们其中之一。然后这是后面修缮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这是我们教会。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伦皮，如果有机会来，人家会问哇，你们教会那么大？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该那么大，可是是因为当初他们的牧者是说，因为伦皮是靠近乡公所，所以很多大同区的活动一定会在我们教会办联合礼拜。所以当时牧者说盖大一点，可以让更多的教会可以进来这里参与聚会。其实部落没有很大。我们信徒户超多40、50几户，其实没有很多，可是却盖了那么大的教会。
可是希望这间教会可以成为部落的祝福，也可以成为大同乡的祝福。当然，也希望这间教会也可以成为大家可以一起来使用。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是我说的刚架设的电视啊，所有的音响、所有的冷气的架设全部架完。那我们除了修上经费，再就是我们要做电梯，因为我们的老人越来越多，那个膝盖痛的，因为我们的主堂在2楼，没有办法爬上去。因为如果要把主堂盖到1楼，又要花很大很大的工钱，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盖电梯，要来扶持这些长辈，因为未来我们也可能都是使用那个电梯的人，所以我们很多老人就说牧师我没有办法去教会，因为太高了，然后因为没有办法爬上去，这是好，这就是修上结完毕好的屋顶，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教会全部遮雨棚，对。你看我们的老人，好，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来到的目的。所以愿上帝能够祝福好我们的教会，然后也祝福南洋教会，愿上帝继续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神，你的爱何其广大。主，谢谢你让2间原本不认识的教会，因着你的爱，主你透过耀兴牧师还有他们的长子同工，他们愿意接纳我们教会来到这里。神，这是极其何等的爱！神，让我们能够愿意成为爱的发动机，活出爱，让我们的周围，让弟兄姐妹得到更大的祝福。也求神能够赐福南洋教会的牧者，还有长子同工，在未来他们的建堂事工当中，找有主的同行，有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哦。
愿倚着当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壁岛林内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当心来奉献，请李恩新执事、简秀梅执事。请咱起立来迎奉献的时光。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是马可福音第6章38节。做伙来读。耶稣讲：“恁有偌济饼，去看卖咧。”因看了就讲：“有5个，嘛有2尾鱼。”马可福音第6章38节。这是来报告，报告进前，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吗？有张志宏先生，好，他是张永福弟兄的弟弟，那我们欢迎他。那还有其他新朋友吗？好，那今天是泰雅尔中会的伦比教会来正道跟牧师来正道跟我们欢迎伦比中会的诗班。好，那我们翻开周报。第一点，本主日是泰雅尔中会伦比教会的建堂奉献主日，感谢施嘉丽牧师及该会诗班的同工前来请安报告及证道。
那请兄姐为该会的修缮的事工，还有电梯的事工关心代祷跟奉献。第二点，下主日将举行2024的年度合会，那下礼拜是合堂，早上9点半。那会员的名单已经公布在公布栏上面。那如果当天未能出席，请务必在22号，也就是下礼拜六中午12点前向办公室请假。书面的方式、电话跟简讯皆可。那第三点，本会竹林下面姐妹的长子林吉平弟兄于7日礼拜5安息主怀，请定于17日礼拜1 10点，在圆山福园的巴黎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11点火化礼拜，下午2点安放礼拜。愿主的灵亲自安慰遗族。第四点，本会逢灵会长老的令词逢灵乐局姐妹于本月3日礼拜1安息主怀，请定于22日礼拜6上午6点半于台北市第2殡仪馆举行入殓告别式及火化，并于当日安错于家族墓园。愿主的灵亲自安慰遗族。第五点，下个月2日礼拜天与本会合堂礼拜结束后，主日学邀请救赎君王故事性桌游的作者前来本会分享如何与主日学、团契、家庭等聚会使用此套游戏。欢迎主日学老师及兄姐们一同来认识了解，详情请洽主日学校长李琼儿姐妹。那牧师有。这平安。今仔日因为咱的礼拜应该后礼拜吼，后礼拜是咱的合会所以后礼拜是合堂，那也为着要配合咱的迄落，互大家人会通较紧了解咱的合会内底的内容，所以伫咧交代倒吼，咱等下会放迄个合会手册请咱每一户摕一本就好，因为吼迄个。咱的合会上落尾经规个合会结束了后，咱才有迄个正式版吼。因为即马咱的合会内面特别是有关迄个包括奉献，也是甲有一寡较属伫咧个人隐私的部分咱即马咱拢用迄个名称吼，咱拢有中间来空掉。但是咱交去互总会时阵，迄个名称全部都会恢复吼。这是为着咱咧符合政府的迄个规定，所以咱有做一寡遮的改变。所以请咱的各每一户只要摕一本就好，请咱毋好加摕，因为咱无印足济吼，干那要互咱大家人咱会通先转去看吼。若讲有啥物所在需要反映的，咱看了。后礼拜咱会通来小可来做反映吼，这是第一件代志。搁过来就是咱明仔载拜一迄个要伫即个福园801厅，即个竹林小妹姐妹伊的即个大汉囝林启平的即个个别礼拜吼所以咱若时间拄合会好势，咱同齐来甲着即个哀伤的人同哀伤冯长老的妈妈的迄个时间较早吼，是伫咧22号拜六下早的6点半，所以牧师会代表教会去参加吼所以咱若讲迄个时间遐尔早吼，无方便，咱会讲毋免去参加，牧师会代表咱教会去参加吼所以请咱注意遮个以上的遮个代志。那肢体消息，请大家参阅周报。那特别为吴秀和执事的副甲状腺手术的恢复健康祷告，还有吴明达长老的病得医治、早日出院，还有简礼娇姐妹，那希望主能够赐给家属够用的恩典，持续照顾。还有杨志琼弟兄，能够靠主的大能戒掉服用类固醇。那第5点，刚刚牧师讲过，就是希望竹林下面姐妹的遗嘱能够得到林吉平弟兄的遗嘱能够得到安慰。那第6点是尤国立弟兄在杨大住院求主怜悯医治，并赐给尤冠军弟兄够用的恩典。好，那其他的聚会概况跟会计报告，请大家自己过目。好，那请咱做伙来迎选人先诗第392首。
俄罗上帝万福本源，因此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专首。天父上帝，你是互迄个无的变成做有的，你也看过你家己的教会以及你所有的众百姓的欠缺甲需要，愿你亲自照着你家己的应允，做成迄个原底伫人所看无可能，但是在伫主你凡事拢会，互阮会通经历着主你丰盛稳定，甲你的慈悲怜悯。临到伫，不管是伫伦比教会，以及伫南洋教会，互阮搁较侪看见主你丰盛稳定，甲你的慈悲怜悯充满伫阮的中间。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成，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